張同埋我係 A 班嘅寫手，我哋班嘅生日係 Amy， model 係 Ken 同埋 Joanna。小紅帽嘅故事相信大家都聽過，但係趣味可愛嘅小狼同埋高貴大方嘅小紅帽，一個全新嘅造型同埋配合，係咪好特別咧？翻出去。今次我哋設計嘅概念係嚟自童話小紅帽嘅，女 model 身上面嘅衫，以簡單嘅線條表達小紅帽嘅一種樸素同埋可愛美。而我哋嘅男 model 就着住一件皮草製嘅蓮藕背心啦，顯出小狼善良可愛趣致嘅一面。我哋今次設計嘅目的就係想突破一個傳統嘅框框。邊個話童話一定係公主同埋王子跟住 ever after 啊？我哋就變咗小紅帽同埋大柴嘅形象，一個全新嘅演繹，希望大家能夠以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童話啦。Thank you。